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中一間電商顧問公司的負責人，發現家己的公司去互冒名，刊登佇個104人力銀行，要來招募到電商甲服務人員。負責人講，看迄個辦事，對方應該是詐騙集團。想要找頭路，除了參加競賽的博覽會，不少人也會佇網絡頂引頭路。是講台中有一間電商的顧問公司，無要徵才，所去互冒用，看起哩104人力銀行。我本也是做電商企業輔導，那被他們前台冒用是寫珠寶產業，這個部門是做電商珠寶銷售啦。生出來負責人出來講，104銀行佇7月初4刊求在業資訊，伊佇7月初6發現公司互冒名，卡互104問了後，對方提供契約。點關公司的同一編號甲名稱攏是正確的，也毋過簽約的卻是一個廖小姐，無重視公司的人資。佇104的網站點關，面試的地址甲公司的地址無同。生出來負責人打電話給廖小姐，對方敢若講是受人客委託到三港看資訊，和生出來負責人質疑是詐騙。好像104密是廖小，第二個叫侯主管這樣，那他們是分段操作，轉到 LINE 上，對方是先請他們提供所謂的履歷，入職之前要先自己再額外申請一個新的門號。規怪操作，加上對方的處理過程態度真冷靜，和未少找頭路的人險險啊防騙。生出來負責人認為，對方雖然提供相關資料，也毋過人力銀行無擱再查證，也有深刻的疏失。負責人的身份證影本，但是我並不認識他們，我也不確定身份證影本是哪裡來的。他們本身確實比較淡定、縝密的，比較有一個系統的操作。下架被冒名刊登的商號跟職缺，並且逐一通知求職會員。104人力銀行講，有依照作業流程來審查，有提經濟部上合公開登記的資料來比對，要收到公司負責人身份證影本的文件才會互刊登。是講強調，未來會繼續強化認證的機制，確保這個代誌擱再發生。